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先来看到台北信义区烘肉店的竞争真激烈，即马都有上届高级的烘肉店杀商业中斗阵，要来拼生理，比一个关键。 六盎司澳洲牛肝连烘甲烘公公，等到表面烘甲赤赤，才会当冰面佮继续烘，好肉会当有上好的滋味。伫韩国有66年历史的新村，徛咧食烘肉，来到台湾开店，店就开伫台北的信义区，甲伫韩国店内无椅仔徛咧食的方式，规个搬来台湾。虽然就是站久会有点累，但是我觉得就蛮适合尝鲜用。在台湾比较咸，然后也比较甜一点，但韩国的它肉质没有台湾吃起来那么嫩。虽然徛咧食甲韩国的店同款，不过台湾的店因为有进口的法规，所以就干那提供一项肉。啊，那桌顶的白饭、泡菜、菜头这些小菜，就唔免亲像韩国的店同款，爱家己去外口的超商买。台湾的店伫店内就有通买，互人客唔免赶甲大包小包去食烘肉。那温一下韩式辣味炸鸡，温一下海陆部队。 信义区烘肉市场竞争阁真厉害，唔拿暗顿。高级烘肉店韩金麻铺，即马阁甲战场扩大到中昼长的时间，打造中昼的套餐，有豆腐糕、石锅炒饭、咸的志鸡甲部队糕，4种主餐在人可选。小菜嘛同款，会当食到饱，一个人唔免350块。商业午餐，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们那种中午休息只有1个小时，比较适合吃这样子。它小菜吃到饱，然后有很多蔬菜，上班族要吃饱。 烘肉店塞中昼的套餐出来，中昼去食嘛免惊，会规身躯拢油烟的味，甲韩国老店拼生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